由屯門出發，乘搭 A33X 到達港珠澳大橋口岸，到售票機購買去澳門嘅金巴門票。八通付款，搞掂。金巴巴士站上車出發，大概30分鐘車程。準備過關，去到澳門後，第一時間買咗澳門版八達通，搭澳門巴士有半價優惠。第一站紅街市，搭101到沙梨頭街市落車，中途落起大雨，因為避雨，去咗街市嘅美食廣場食午餐。有好多選擇，估唔到有海景，搵到間澳門隱世美食，唔係我亂講，佢真係咁寫。見到好多人都食佢嘅水蟹粥、薑蔥炒鮑魚、脆炸魚餅。隔離個人話呢間好食，有個澳門朋友介紹佢嚟，已經第2次幫襯。食完之後都覺得唔錯，食飽停咗雨，終於出發去第一個行程。途中見到貓店長，澳門郵筒，到達澳門80年歷史嘅紅街市，真係打張卡裏面原來真係一個街市，行個圈就走咗。搭巴士去反新馬路，見到魯班先生嘅陳列館，行咗入去睇下。見到前人起建築物嘅方法同工具，買咗個魯班鎖玩下。個垃圾桶好靚，忍唔住影咗。係時候唞一唞，食個甜品。牙籤筒好搞笑，甜品唔太特別，不過可以坐下。葡式雞蛋仔，大三巴太多人放棄咗，進入亂逛模式。回程仲有手信買，買完手信順便食葡撻就走人。